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14篇。我毋敢啦。人儿伫内面底结球，无着离弄破爸爸真宝贝的花间。人儿不知烦恼。妈妈讲：爸爸若倒来，就赶紧甲伊找毋着。爸爸倒来的时，伊迷地，毋敢出来。爸爸叫伊食饭，伊也真惊。爸爸用真疼痛的声问：是安怎？遐无元气？伊若艰苦心，想要甲伊找毋着，因为惊煞讲袂出来。妈妈讲：今仔日无注意弄破疼呢的花间。人儿想要缀妈妈来找毋着的时，听到爸爸大声得骂：太会毋较细日咧！伊就哪惊煞头壳毋敢看爸爸。爸爸犹原毋知得骂什么，因为惊听拢无。后来听到是咧骂妈妈，毋是咧骂伊，伊就哪惊讲：爸爸就是我。妈妈对三仔鸡甲伊扭一个，伊阁着一惊，吞一个喙烂。迄中间，爸爸食饱爬起来，对疼呢去。人儿流目屎，甲妈妈讲：妈妈赦免我，害你互爸爸骂。妈妈讲：后摆毋通踮内面结球吼。毋啦，我的确毋伫内面结球啦。主耶稣替我受苦，互我得到平安。